早日開了3點外燈車，佢買酒酒呢，食了一頓客家菜，嗰度就食到呀藕圓กับ菜頭圓，等後睇啲更加嘅大藕，朋友送了個藕頭，另外講下老衲嚟叫我做道菜，今日咱就來碗白嘅藕圓กับ菜頭圓，藕頭菜頭泡配水白，睇個藕頭味嚟喎，以為我無頭叫佢，拖後菜頭絲棒面盤，有個鹽買傻嚟嘅。那個菜頭要個青味，而家鹽咪嗦一個水出來，呢個水白嘅要點，水條鹽最後最紅嘅蛋嚟嘅，點啲鹽胡椒紅、西紅、紅國紅啊嗬。那個菜頭要嗦啲鹽要出水嘅，所以唔應落水，緊能嚟嘅，依個就擔啦。能一個紅汁入去嗬，手裏摸定油，摸潮嗬，咪摸卡少啲開料啊，然後直嚟捏個蛋圓。就是菜頭圓，藕頭啊嚟個脫絲，咱藕圓係要烹啊，配料就啲上一炒嚟嘅，加啲油落，一個係咪剁脆脆，熱炒，個辣蒜，落啲呢鵝油，炒烹就 OK 咯，個當藕絲丁，個啲呢藕香紅，沙大包，要烹，包鹽，生粉水，可加西紅，也可加地瓜粉，好了，擺呢上鍋蒸，最共10分鐘。3、2、1，走你！時間夠食了，菜頭圓個也個芹菜末，藕圓個也攞嚟炒好嘅。好，上菜！菜頭圓口感甜青，藕圓香，羅正圓做得半團團圓圓，好食好順好意味。好食。